侵侵出手技，肉酸衰收味。大家好啊，又係我蘇波榮啊。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侵侵呢就開咗間賣手機嘅公司，叫做 Trump Mobile， 仲推出咗自己嘅手機，原定呢喺2025年年底就出貨噶啦，係一部金光閃閃嘅旗艦手機，型號呢叫做 T1， 定價$499。當初嘅賣點呢就係美國製造，仲要誓言挑戰 Apple， 無他噶 ，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嘛。嗱，呢單嘢咧講咗好耐噶啦，但係到今日咧仲未交到貨喎，到底係乜嘢原因呢？是咁的，侵侵公司嘅客服團隊都證實係受美國政府停擺影響嘅，咁啊要第3次推遲發售計劃啦。嗱，我警告你啊，唔好問我點解美國政府停擺會對侵侵間私人公司有影響啊！我唔識答你，亦都唔夠膽答你。呢啲咁難嘅問題，你自己走去問下白宮嘅新聞秘書。雖然分分鐘佢會叫你自己翻去問翻你老母。咁除咗再度延期之外呢，迫於現實嘅壓力，侵侵一早啊已經靜雞雞改咗宣傳嘅口徑噶啦，就將美國製造降級咗做美國組裝。正常到不得了啊！目前 iPhone 嘅美國本土零件佔比都唔夠5%，供應鏈專家都話噶啦，喺亞洲主導嘅全球電子產業鏈入面，僅靠本土零件量產主流手機近乎係天方夜譚。不過最好笑係乜嘢呢？自己部電話出唔成，侵侵間公司呢竟然開始賣 Apple 同埋三星啲二手機喎。官網嘅賣點呢，仲話佢哋賣嗰啲二手嘢唔存在虛高日價，即係話冇炒價。我又真係唔知點解賣二手電話冇炒價都係一個賣點。咁結果呢，阿侵侵想做科技界巨頭呢就做唔到啦，仲結果做埋科技界頭，一夜縮咗入去，而家仲叻仔到做埋兼職嘅二叔公。早知一早過嚟鴨寮街整翻檔嘢賣下二手機咪算咯，好過而家搞到咁啊！堂堂一個總統喺度搞埋晒啲咁嘅個人崇拜，自己出個電話嚟賣，你試下，如果習近平出翻部，應該俾啲反中友鬧到衰化都斷網啊！又話美國製造又做唔出就喺度揾藉口延期，仲要去賴埋個政府停擺。其實個政府停擺咪又因為你搞到而家聲大冇貨賣啦，仲要同啲二手手機佬搶生意，你話幾肉酸啊？唉，真係慘啊！